今天是4月26日，是流亡藏人社区2026年大选的中选投票日。分布于全球27个国家的9万多位登记选民将选出新一届的西藏人民议会。藏人行政中央选务署主任洛桑义西今天在投票现场接受西藏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藏人透过选举向世界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西藏议题仍未解决，藏人仍在延续抗争运动。针对流亡社区的选举，中共喉舌《环球时报》于本月初发文称，这些所谓的选举纯属制度幻想。由于这些组织在领土上没有实控权，且不被国际社会承认，所谓的投票和结果在法律上完全无效。洛桑义西在采访中谴责了中共对流亡藏人选举和民主体制的抹黑。他指出，60多年来，透过选举、透过民主程序组成的藏人行政中央才是西藏的合法政府。中共根本没有权利与能力将流亡社区的选举称之为非法。如果西藏境内正如中共所宣传的那样自由、民主和幸福，那么中共就应该让境内藏人公投决定西藏事务，到那时一切都清楚明了。洛桑义西呼吁全球流亡藏人积极投票，表示投票选举是对中共虚假宣传和抹黑最好的回应。流亡社区选举分为初选及中选两个阶段，初选已于2026年2月1日完成，选出了90名议员候选人，并且确定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的连任。流亡藏人宪章规定，在司政选举中，如有候选人在初选就获得超过60%的选票，则无需进入中选程序直接当选。因此，今天中选的主要关注点在议会的选举上。西藏人民议会由45名议员组成，选务署于2月份按照初选结果公布了90名正式候选人的名单，而今天举行的中选将从这90名候选人中选出45位议员。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本巴策人今天向本台表示，国际上有许多流亡社区，而藏人流亡社区因为达赖喇嘛尊者的恩泽，具备民主体制的所有条件。这对集权的中共来说一直是一个心头刺。司政还说，中共说流亡社区是分类集团，其实真正的分类集团是中共，分类来自于中共，不是来自于流亡社会。司政强调了积极参与选举投票的重要性。他说，选举本身就是一种回应。